哦，是。感恩。陈林、傅陈林，各位张老师、各位真贤，大家午安。咱现下，咱今仔心望上天慈悲，咱的祖师福祖，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牺牲奉献，以及咱老前辈者的牺牲，咱真灵咱蒋老师甲咱栽培甲提拔，互咱现下呢，今仔会当有即个机会来学习今仔的课程吼。那么咱今仔现下要来学习的课程呢，是咱《经》内面的第20章，叫做十宝章。十宝章，伊的名吼，就是食，就是食啦吼。咱大家有咧食无？有吼，那就歹势吼。然后有一点仔喘吼，因为有个带走过来，吼，然后喘一下吼。咱咧讲这十宝章咧食啦吼，大家咱拢有咧食。啊，咱若以话来甲看吼，爱食老母的吼，咱拢咧食老母的。咱各位先生，咱细汉大汉有拢食老母大汉的无？有拢讨老母食老母大汉无？有啦吼。啊，咱逐工啊，细汉的时阵就较拢安尼想，我若有一工大汉吼，我妈妈煮的吼，我一对比较贤煮。对啊，伊自细汉拢啊想，我妈妈逐工煮的拢迄吼，拢爱食外口的，敢有感觉外口的较好食？但囡仔听着囡仔讲要食餐厅食外口，总欢喜无？拢会真欢喜吼。啊，若食厝的，逐工就佫诚济哦，做妈妈做歹煮吼，有啊，凊家己嘛做妈妈嘛感觉做无好煮的吼。你若咧煮囡仔，佫诚济哦。啊，当然啦，以义话顶来讲是无种吼，伊也是就是绝学无忧啦吼。啊，咱呢来甲经文来甲读一件吼，咱来读一件仔经文吼，来咱做伙来读。绝学无忧，绝学无忧。咱各位先生，咱做伙念啦，我们一起念啦吼。为己无恶，为己无恶，相其几何？相其几何？善之无恶，善之无恶，相其何欲？相其何欲？人之所为，人之所为，不可不为，不可不为。风气其未永在，风气其未永在。众人熙熙，众人熙熙，如享太和，如享太和，如丁出台，如丁春台。五道朴的其未挑，五道朴的其未挑。如婴儿之未孩，如婴儿之未孩。累累的，累累的，若无所归，若无所归。众人皆有疑，众人皆有疑。而我独若为，而我独若为。我愚人之心也在，我愚人之心也在。顿顿下，顿顿下，俗人昭昭，俗人昭昭。我独纷纷，我独纷纷。俗人察察，俗人察察。我独闷闷，我独闷闷。胆下其欲海，胆下其欲海。飘下若无所止，飘下若无所止。众人皆有意，众人皆有意。我独完车比，我独完车比。我独义无人，我独义无人。疑鬼神宝，疑鬼神宝。即种吼特别长啦吼。那咱为第1章啊进第20章，即种的内容真正真长啦吼。那么真长不要紧，你大概咱较拄啊读过一遍吼，咱其他读嘛无一定是正确吼。其他今仔咧读的嘛是啊淡淡哦，毋知对毋对，因为写发音哦无啥像。啊，那么其他来请教咱的前辈者念开始安尼啦吼。那如果有无同款的读音啦吼，咱导航一下啦吼，就大概的意思就是即段经文的经典大概是安尼。那么要讲即段经文进前呢，咱较拄啊有看咱的戏剧团的少年的表演嘛吼，时间短短啊，因为嘛无偌久的时间互咱演吼，
但是咱若无咱有点老师主编，甲这个时间，咱讲的啊，主编吼，互咱这个戏剧团的青少年，嘛无这个机会，而且演互咱大家看啦吼。咱会到时啊，照着讲，互大家安尼笑笑的、动动的，安尼精神上是不是感觉较轻松？哦。其实经典的物件，咱咧读，坐伫遮是感觉疲劳，也是感觉真轻松。哦，这个时间吼，为做侪咱的前辈者，咱讲师拢会讲，这个时间最歹比千岁的吼，为虾米？因为若千岁较深的，大家就包包水，包水，就伤深嘛吼。啊，千岁较浅的咧，就讲安怎？就讲嘛是共款，包水。包水，啊！你讲啊深嘛是水，啊浅嘛是水，为虾米？因为透早就早起来啊，透早早起来，啊！这个时间食饱，咱无动动的，是毋是？咱的规个五脏六腑，咱的家己五脏六腑咧运作，咱人就特别想要爱困。其实毋是咱各位浅显吼，感觉讲台仔顶的这位讲师讲了好，感觉其实毋是安尼啦。其实咱人自然知道，时间到就想要困。啊，巴肚枵的时阵，时间到就想要食，所以若知影第二节课的讲师嘛会有即摆压力，为虾米？当伊讲啊11点啊55分，伊还佫剩一章还袂讲，佫一节还袂讲，大家一定伫遐看表啊怎？哎哟，要安怎？食饭啊呢？啊哪正啊佫一章还袂讲？啊等你讲了，等下巴肚袂枵巴肚。咱的自然，咱的生理时钟好像会提醒我们。啊，是啥人咧甲咱讲，咱巴肚枵爱食？是啥人咧甲咱提醒咱爱困啊，想要困？是毋是咱内面有一个真正像迄闹钟诶，自然诶生理时钟，伊就会叫，会甲咱提醒。啊，咱咧甲想，无人教，囡仔出世嘛无人教，就晓食到死。囡仔出世嘛无人教，伊家己就规工，你看囡仔拢安尼哈气哈规工咧困有无？囡仔就是安尼啊，小 baby 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敢知影咱过去伫顶悬要落来时阵吼，当初是啊，上帝啊，拢安尼一批一批甲迄囡仔送落来人间。啊，伊当去送啊一批要送落来时阵吼，迄小 baby 吼，咱还袂变做小 baby 之前啊，佮有迄个灵体，就甲上帝讲，我真足惊的呢，我足惊的吼，我呢常常变甲拢无力。啊，佫袂晓家己生活，啥物拢袂晓，规身躯软高高，比一个囡仔，啥物拢袂。我感觉我做无安全感诶，无安全感。要安怎？上帝来讲，你毋通烦恼，你做你去，安心仔去，你诶任务你着去甲完成倒来。我会派一个天使伫你诶身躯边哦，甲你照顾。这个囡仔若点点，咱拢点点无效啊。啊，这个人是啥啊？叫什物名啊？哦，那伊会当甲我照顾，会当甲我保护，这人是啥？伊讲。你毋免管伊叫啥物名，你吼只要简单甲伊叫一声，伊就是会叫做妈妈。咱人世间恁来着一个叫做妈妈，伊就会甲你照顾较好，会当互你安那，咱甲想，是毋是会当互你食？啊，咱说时阵拢喙开开无？你若看囡仔说时阵拢喙开开，囡仔喙开开两件代志，第一就是安怎？要食，枵我要食。第二就是好啥？好叫猪仔蛋嘛，但是。那正常一般囡仔就是安尼啦，吼，若毋是巴肚枵，无就是伊个尿布啊，月珠爱甲换，正常小朋友就是安尼，所以就是食饱困，啊困饱咧，起来又搁要食，正常的小朋友就是安尼。啊，这毋是咱，毋是讲吼，咱咧看，是讲小朋友安尼尔吼，咱万物咱甲看，万物包括迄鸟啊，迄鸟母嘛拢会去踱咧虫倒后鸟仔囝食，吼，你讲鸟仔囝。有两甲孵出来了，就要惯养啊？无呢，大部分妈妈拢会顾囡仔，毋是单咱人尔。所以咱若要讲即个宝，咱等下来甲咱来甲思考卖啊吼。咱囡仔时期的，咱讲婴儿时期的囡仔，咱是完全袂当离开老母的，完全袂当哦。但是诶，咱若搁较大汉的时阵的咱诶，像你要有意识啊吼，你要读幼稚园啊、大学啊，你叫伊食，我不要吃，你讲。不要看手机，哦，不要，我就是要。但是会教你安怎唱反调，有无？你甲伊讲，这是大人的，这妈妈这是大甲伊讲，伊无要听，为虾米？伊会家己意识入去啊，有我想要的物件入去啊。吼，我即只手机安尼飞真新鲜啊！你叫我坐南遐，叫你烧上，我不要。哦，伊感觉伊无新鲜，伊无爱开始意识入去啊。
但是咧，即个时阵伊嘛是搁啥？即个儿童的时期，伊嘛是搁来靠妈妈。伊虽然有意识，但是伊有家己甲妈妈讲：妈妈，我想要买那个书包，我要买 Hello Kitty 的，我要买哆啦 A 梦的，我要买什么什么的。你甲要互伊，佫无一定袂哦，伊来指定伊要啥物的哦。哦，但是伊就有伊意识入去啊，伊就会开始啊啦，妈妈我要什么？妈妈我要什么？就开始我要。但是咱佫较上甲往前，佫较大汉的青春期的即个少年囡仔，意识愈来愈大，咱会感觉安怎？若讲食古若焦，迄种鸟啊若食古，硬啊焦，就要安怎？对啊，就像青少年啊。各位浅显，咱敢有做过青少年？敢有青少年的时阵，妈妈咧讲啥，咱就细细念，听袂落。我唔爱听，我吼家己出来去。迄个时阵青少年期，因为大汉就想要离开老母，就想要我要出来。那迄阵啊吼，农业社会讲，我要来去台北食头路，我要来去都市，人迄较繁华的都市，我唔爱留伫这庄骹无出团，对不对？迄阵有可能就会开始有种家己所想的一切，咱就想要离开啊。安尼会安怎？你有看这两只狗啊无？拍着包包我讲，我想要离家出走。我就想要来离家出走，我就无想要踮咧厝啊无，因为踮咧厝的拢互关东关西，拢束缚掉的，无自由。细汉安尼甲伊顾，伊袂感觉无自由哦。愈来愈大汉，伊的意识愈来愈侪，伊就感觉无自由。无自由变安怎？咱就保护歹的，行去倒，行向咱想要行的路。所以咱的前程大道，走向我们理想的目标。保护歹的，愈行愈远。毋敢有时啊，想要倒去厝，拢会向袂去厝，要哪转去厝啊？敢会？佫无啦，透会袂记诶。你今仔若安尼讲吼，你若看迄话吼，去迄国外咧拍拼，去迄较偏乡拍拼，莫甲讲外远啦，话去甲大陆咧拍拼。迄若拄啊好伫遐一个无拄好，要想要转来，才有法度会当顺利转来。若拄啊一个无拄好，想要转来，就无一定遐顺利咧。咱若佫去较远，去到美国，你的护照若去互无去，你敢会当转来？你一旦你的证件若去互无去，也是去互拍死去，你会毋知要哪转来。你互你规美国行倒来，证明诶，各位浅显，你敢捌路？你敢知影要哪行？毋知路呢，就行愈远，咱要转来路，若无工具，若无条件，无资源，无迄个因缘，你会毋知影啦，咱要安怎转去？但是即个时阵足奇怪哦，当咱包我排愈行愈远诶时阵，即个时阵吼，去外口吼，互人甲咱讲诶啊，甲咱成长一个啦吼。所谓成长听有吼，互你。食着苦啦吼，食着惊啦，拢好啦，就是互你安尼人生当中有种种的一寡痛苦折磨啦，互你感觉讲迄阵都袂安尼啊，真啊，安尼我来遮苦，互你尝到那个苦头。其实啦，就是你的生命开始要往上成长。咱若无食着苦吼，就无法度逐步。没有吃到苦，你就不能把苦当苦，你就不能滋养，不能滋补你的心灵。但是愈苦的时阵，你会想着一个人。什么啦？妈妈，你著想着妈妈，所以你会行到足远，行到足深，行到足忝，行到足艰苦的时阵，你唯一的想起来就是想着妈妈的爱。啊，我食这碗面，互我妈妈煮的好食。我细汉你伫家嫌伊煮的无好食，但是我真做想要食的一碗面，敢有？伊真煮的一碗饭，敢会？伫外口安怎食，敢有妈妈煮的好食？真正找无，各位浅显。或许妈妈真无对啊，我真安怎想咧想，啥煮的拢做好食无毋对，但是我著上怀念我妈妈煮的某一项个上好食，但是敢食会着？食袂着。啊，这就是人生啊。当你搁想起来，你想要去找伊的时阵，他不见得哦，人世间的妈妈在。要甲咱各位浅显报告的是，这也是人世间的妈妈。人世间的妈妈是生咱这个心，咱拢会晓用，咱拢毋免学。咱会晓食妈妈的，穿妈妈的，吸收妈妈的，所以即摆有诶啊，有足侪吼，食到足大汉啊吼，拢妈妈嘛无放手吼，所以有一种字叫做啃老族，敢捌听过？迄真正人讲食什么呀？一句台语啊吼，今后就用有一点打结，念无才会出来。台湾话就是食白的碗白，食无碗无，就是你靠近哪一边，你就是顾忌，你得一直甲食，一直甲用，一直甲用，一直甲食。
这句话好像不是这样讲，但是就是讲，你好像就是靠那边一直去使用它，你无一被停起来。啊，咱的妈妈嘛共款哦，所以你看，咱的囡仔的时阵，妈妈抱你手的，啊，你也看较大汉，妈妈牵你手的，啊，甲等你食啊大汉，是你咧爱妈妈，妈妈咧爱你。这就是即摆社会变成安那，咱拢顾家，含即摆囡仔，咱拢甲保护顾家，拢爱囡仔，咱拢爱伊头较紧。所以咱即摆啊，咱拢会为咱的后一代啊，咱的时势烦恼有够济。啊，这吼。要好想要各位浅显报告的是，其实生咱即个辛苦的妈妈，咱拢足够用，但是咱拢袂晓用迄个叫啥？生咱灵性的妈妈，生咱灵性的妈妈，咱拢知影就是老母娘嘛，对不对？咱各位浅显拢做有智慧的，拢真知影讲，啊，就老母娘生咱灵性，啊，透过有即个灵性，即个肉体来，伫即个妈妈的身躯顶，啊来甲咱孕育出来，所以甲咱生来，甲咱饲，甲咱大。啊，这嘛是拢伫顶悬。其实妈妈教咱的用的，就像阿拄上帝讲的，已经拢甲咱交代好，甲咱安排好。所以其实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啊，你慢慢烦恼你的夭寿，慢慢烦恼你的寒死，拢毋免。你袂去寒着，袂去咬着，就你受着伤。为虾米？因为妈妈拢甲你顾较真好势。但是唯一的问题是，咱要咱伫人世间，咱会晓用咱在世的妈妈。啊，像之前咱无妈妈要用啥？要食啥？要活啥？要靠啥？咱的爱要靠啥？靠一个永远的妈妈，迄叫做灵性的妈妈，又叫做老母娘。伊拢定定咧，互咱用，互咱穿，咧互咱食哦。啊，所以浅显，你敢有甲摕来用？敢有甲摕来穿？敢有甲摕来食？这足对。这个理念就是咧甲咱讲，咱伫人间爱见素而同，咱就爱去塑造咱即个人的可能。比如讲啊，咱的浅显，咱来甲想啊吼。如果进问咱敢会飞？各位浅显，你敢会飞？敢会？会还是袂？较大声一点点嘛。袂吼，但是你若坐伫飞轮机顶，你敢会飞？哦，哎，足奇怪吼！你就讲，你就问的共，问的无共，其实毋是问的无共，是你想的，你也运用的无共。咱今日看咱，不管是咱的所有的负责人、点传师，咱拢因拢也是各位浅显，有些拢去国外办道无？迄阵办道拢安尼行甲骹碰拍桥到，即摆坐飞轮机就到啊，足紧的。哦，有时啊坐飞轮机你搁嫌讲上远无？啊，你阵个人搁爱行规年的呢，行规年的，啊，咱可能安尼。一天两天，甚至3、4日就到，上远的安尼。啊，咱甲想，咱人的可能性是足无限的。啊，重点伫倒？迄就是像咱咧练功夫的火候啦。练功夫有火候无？练功夫有火候的，就咱像讲，体质是上天互咱的一个人的质，本先天带来的。若是质较弱的，你靠运动、靠饮食，是毋是慢慢调整的用起来？对不对？但是你若先天就已经人讲的啊，先天就已经是失调去啊，就偏干啦。先天在先天不足去啊，就那个失调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咱讲的去了啊，毋免讲啊，吼，毋是安尼啦，就是讲咱来会晓即个重点，就是咱即个做人的欲望爱较少的，所以咱讲少思寡欲，少。即少一点私欲，较少一点嘛。啊，要安怎少思寡欲吼？咱来进入咱的本分。即种内面，咧甲咱讲的拢是甲咱讲，咱必须爱明白咱的根源。当咱的根源啊知影，咱就会知影是安怎，咱会碰到遮的代志，咱会碰到遮的因缘，咱会来做遮的工课。不管是伫家庭、伫工课上，甚至伫道场上，是安怎有即个前、即个后。这个前因后果，当你清楚这些咱的根源的来源的时阵，你就会知影前后。当你知影前后，你咧做代志，你就无烦恼。所以这个绝学的有有啊，也是咧甲咱讲重点。修行是咱生命足迫切爱去做的代志。修行是咱生命足迫切爱去做的哦，因为咱是靠着咱去吸收咱的造物主，咱老母娘互咱的道气。咱靠着咧修，才会当接受即道的道气。啊，你若无咧修，你吸收的是老母娘互咱的空气。各位请写阿条，空气甲道气敢有共款？
空气甲道气敢有共款？各位请想想看觅，无共款哦。一般的人做学的人嘛，咧吸收空气，敢是？好人歹人拢空气哦。但是哦，修行的人，伊咧吸收的，伊展现出来，伊所接受的是叫做道气。道气会当互你突破你世间的种种难关。咱修行毋是要为着保平安，毋是为着要修福报，修行是为着要突破人世间种种的难关。这所有种种的难关，拢是咱家己伫顶悬落来时阵，咱就已经写好啦。我落来就对要学一件代志，用。我落来要学一件代志，叫做仁；我落来要学一件代志，叫做慧，叫做德。家己拢设定好的哦，咱各位浅显，咱落来才要撞着啥物因缘，啥物人，好人歹人，好事歹事，咱拢是家己写好的就对。但是咱来到遮，咱会毋甘输赢，咱想讲是安那互我撞着？其实咱拢是家己想好的，家己设定好的。那这么才设定好要安怎？咱要安怎甲提升？重点伫咱接受老母娘的金刚语。啥物叫接受老母娘的金刚语？伊第一种伊就甲咱讲：绝学无忧，为智无恶，相去几何，善智无恶，相去何辱？这段吼，就较切做几段啦吼，因为足长，就较切做几段来，甲咱各位浅显来分享吼。那么伫这段来讲，简单就是甲咱讲，对咱的心性。第一句绝学无忧，第一句就是咧甲咱讲，对咱的心性有干扰、有无好的学习，咱就是拢家杜绝掉。咱莫去学迄对咱的心性、对咱的心有干扰的物件，咱就袂烦恼。啊，咱若是咧，要安怎来做车，会当讲要甲绝学，要甲讲要甲杜绝，够遐简单。咱拢知影，手机啊莫看伤久，目睭会黄斑部病变。各位浅显，咱手机啊敢会看足久？会啊袂，会讲会，会讲袂，咱嘛毋知吼。但是咱会为啥甲看哦？伫咱的身躯边的囝儿是细啊，还是咱一寡下辈手机啊到硬足久？啊，因敢毋知影讲看久目睭会害？知啦。啊，你若讲知着咧知咧，知着真歹做，敢是？各位浅显，即个重点就伫遮哦。当你知，但是要哪做？咱每一个人拢有目睭、有耳仔、有喙、有鼻仔。但是目睭是要互咱看到物件尔，还是要互咱看到真理？啊，喙是要讲是会晓讲话就好啊，还是会当讲出一当讲的善言善语？所以伫咱即个内面，咱的老子，咱的太上老君，咱伊就甲咱搁咧甲咱提醒哦，为智无恶啊，为就是啥啊？是，实在讲诶，足顺的啦吼，足欢喜的心情啊，对，你讲的拢对。哦，我就爱听你讲的呢，是吼，拢好，啊若学咧，哼，讲欺负的无，哼，啊，这个叫做就是同样伫这个喙出来哦，伊有两种声，啊，迄个声代表啥？伊后壁就甲咱讲啊，这个声就像代表善甲恶，啊，咱搁浅显咱来去甲思考哦。共款为即个喙出来的声，咱感觉无啥对不对？大家拢会晓讲话嘛吼，咱大家拢会晓讲话哦。但是即个喙讲出来的话，咱感觉迄嘛无啥，我也毋是有心的啊，咱拢会讲一句话，啊，我着喙较歹尔，我心嘛有歹尔，吼，但是，啊，咱感觉迄个是无啥，差无济，相去几何？即个为智无恶，咱讲话啊，好声扫甲歹声扫，安尼简单讲，无啥话。尤其是对啥？对咱的厝内面的人，对咱的先生，对咱的太太，对咱的囡仔，甚至对咱家己的时大人、公公婆婆，咱拢感觉讲迄无啥。咱若来甲道中啦吼，道中咱拢会，咱大家拢是应该是有伊较侪啦。浅显慈悲啦吼，感谢慈悲啦，多谢啦吼，迄面腔好好啊，嘴讲出来声嘛拢好听啦吼。啊，若逐去厝拢是安那，有伊较侪啊，学较侪。咋啦？妈，咋？还是妈喂？来讲水某的喂，哦，你看看拄好，你演你就叫水某的喂，啊，你若差白创啊？会袂？白就是安尼哦，你粗俗的话，粗俗的气，迄个气，甲你气起来，迄个念
甜的甲恶的，咱即个喙出来，咱敢有感觉着？咱无感觉。但是咱拢感觉迄个声共款出来无？上气啊，出来啊，差无介济哦。但是老师甲咱讲，即个出来即个啊，有善甲恶啊。哇，即个善甲恶，即个气起来啊，即个差别到尾来变安怎？一粒善，你要讲亲爱的，你今天上班辛苦吗？这亲爱的了安怎？还好啦，吼，安尼敢若袂歹吼。你看还蛮趁钱啊，人别人隔壁拢开马路的，我拢爱坐奥多摆啊。无你是外教，无你去趁。你感觉安尼结果？一个是亲爱的，你辛苦了；一个是倒来就开始计较、比较，最后乱叫，有无？我被叫，叫到尾啊，家是和乐的还是纷扰的？比纷扰的乱呀！其实咱拢知这个道理哦，各位浅显，咱各位浅显比着咱吼，拢较精进嘛，拢真正大家拢在过正，有那是后壁再来学的，较含慢，嘛是含慢讲，嘛是含慢去听哦。各位浅显或许讲这个道理是。各位浅显拢真清楚嘛，真明白。但是迄个伤气，咱真知影。但是迄个气就是啥？迄个气也一行，迄个一个是处伊的成本，一个是避伊的恶根。一个叫取善本。我今仔知影咱是修行人的本分。修行人做着修行人的本分，伫道中是修行人，入去厝敢有家己感觉是修行人，还是无？入去厝是唯我独尊，我就是学。逐项来，我就是还是比较会当浅显慈悲，得去厝买当甲咱的小孩讲，儿子慈悲，女儿慈悲，爸爸慈悲，妈妈慈悲。咱敢会安尼讲？有可能？安尼讲伊会讲你有毛病吗？还是咱各位浅显拢歹咱甲好学讲哦，你也安尼对好声扫，伊就甲你讲，你今仔去外口有啥物代志？但是各位浅显，迄是第一道，你若甲第二道对好声扫，第三道对好声扫，第四道、第五道你拢对好声扫，然后好甲伊讲，伊才会感觉自然习惯。会啦，歹声扫也是自然习惯，好声扫也是自然习惯。迄个所谓的自然习惯，拢是为倒来？这个老师就甲咱讲啊。你想要有好的修行环境，就先爱有一粒清气的心。你若是一味求环境的好，敢有路用？心境的好，啥物拢好；心境若歹，啥物拢歹。敢知？心境，伊讲你若会当做甲安尼，考验对你来讲，就亲像一阵风吹过。是无代表任何的意义。各位浅显，咱要求家己较简单，也要求别人较简单。敢有法度？为今仔开始，不管是伫道场还是伫厝，当咱听着一句较无好的也是人一个无意的迄个音入咱的耳仔，咱就来当做一阵风。迄阵风是啥物风？你要甲伊当做刮台风，还是要甲伊当做是啥一阵清凉风，拢会使。要安怎甲即阵风是咧刮台风？刮台风你会挡袂牢啊吼，你会掠动的，你会是条病有无吼？迄就是刮台风嘛。你买当来当做是清凉风，就安尼过。一阵风其实对咱来讲无啥物挂碍。咱甲看，当头毛的甲底头毛的风吹过，头毛共款咧飞，但是敢有影响你啥？无影响哦，但是哦，今仔若是一个人摕一支推仔，有你头壳绑了，安尼敢有影响着？有影响啊！所以老师甲咱讲是一阵风尔，一阵风的影响大小，人的感觉尔，面子的问题而已，面子的问题，感受的问题而已。所以啊，其实绝合无忧即句啊，咱过去咧甲人讲，咱爱记往事，咱爱为往事而记绝学。咱爱为往事记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伊只也是咧甲人讲，咱修行人吼，咱爱读学新闻、圣诗啊吼，或者念国语好啊。
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。咱必须若是当做到这，咱就是去学，尽量甲咱过去咱老前人、咱的前辈者牺牲奉献迄个精神，咱拢常常甲用起来，咱甲学起来。咱会当来学经典哦。早起咱的讲师有咧讲，比较咧宣扬吼，大家咧招生吼，其实咱咧讲啦，当咱若愿意，毋免人伫遮咧画，对对？当咱若无愿意，搁伫遮伊画甲哪有破去，敢有人买？无人买啦。各位浅显，这就是意愿的问题。修行人较有抗战，修行人是有阶段的吼，有层次的，有阶段。所以你甲看，行较有层次，较有阶段的。有啊，行像咱进大伫这现象界，啊，搁较气搁较好一点嘛，但是脾气毛病无解清楚的，迄叫做气天。所以气天的王爷公、妈祖婆啊、将军，这还是他们你看一寡传奇啊，伊嘛是有一寡讨厌吼。妈妈细拢甲我讲啥物啦？大道公咧做生意，妈祖婆就拢会遐起大风。我拢听即个故事吼，咧电台，故事嘛毋知有影无，就拢听讲啦。哎，若讲若妈祖婆咧做生意，大道公就甲落大雨，因为讲家己面的粉拢安怎，拢甲伊洗，安尼互伊吼没面子啦吼。啊，或许感觉听着这嘛感觉做笑，拢做神啊，靠个安尼彼此捉弄。啊，这当然就是牵扯到，我想要强调的是，咱每个人的层次，行嘛同款哦，有一个境界哦，有一个关度。咱若无家己去家感受，咱若无去家知影讲去家觉察着讲，我即摆是安怎咧受气，我即摆是安怎想要来学，我即摆是安怎想要有改变，家己爱有遮个感。如果没有去察觉到，你没有办法，你真正无法度去感受着讲，其实咱来人世间咱来遮要创啥？你会感觉啊，着人伫班对人伫班，出班对人出班，啊人学了咱着拍扑啊，啊人嫌咱着对人安尼尔。你嘛毋知影你咧做啥货，啊然后一天过了又一天，啊这就是变成咱来去反思的。所以啊，这段是咧甲咱讲，宇宙内面的万物啦，拢共同出一个根源。不管是你正看到所有的宇宙万物，同出一个根源。咱像咱即个嘴讲出来，其实嘛是即个自身躯为即个心、即个身躯出来，敢是？拢共即个根源哦，即个气不管是好歹，拢共即个根源。但是即个根源，即个本来无一物的物件，本来是清清净净，无念着，拢无去掂念着的物件，因为你一个情绪起一个念头，有一个好，有一个好，甲一个歹。有一个好甲歹，迄个善恶分开了，哇，一个就走向天堂，一个走向地狱。但是哦，伊后壁佫甲咱讲哦，即个善恶哦，嘛互咱带来足侪念头的人讲的战争哦。所以伊后壁佫甲咱讲，人之所为，不可不为，风会依靡永在。而且呐，后壁佫甲咱讲即句吼，即句咱就来甲伊探讨者，啊，就是讲一般世间人所惊的，咱像哦咧啉汤。啉汤烧汤，你啉烧汤，你一个甲它搁落去，也是安怎？你会安尼做细字甲呼无？啊，甲呼无？会吼，你会爱做细字哦。人讲见恶如贪汤，你会看着人世间人所惊的哦。一般顶啊，即句话咧解说。一般人所惊，咱看着嘛会惊啦。啊是安尼，后壁佫随甲你接迄句风言依靡永在。一般人所惊哦，一般字话顶来讲，一般人所惊，咱嘛拢会惊。一般人惊互看无，咱敢是嘛互惊互看无？各位亲戚，敢是？一般人惊无钱，所以咱嘛拢对咧一直咧拼钱、拼命、拼力。咱嘛拢袂想讲咱要来拼功德，咱拢来拼去看着。敢是？一般人所咧追求的，咱嘛对咧追求，为虾米？因为这个是自细汉，咱的教育就甲咱教，哦，咱的教育就甲咱教，我一定怎样？我一定会成功。咱拢把成功的定义，成功的定义定在什么？成功的定义在有没有钱，有没有车子，有没有房子，有没有一个漂亮的老婆、英俊的先生，有没有一个听话的孩子？各位浅显，这样物件敢有一天会无去？搁较好的哦，听好哦，搁较好的爸爸妈妈有一天敢会离我们而去？我妈妈足好诶呢，但是伊嘛无伫诶安尼。啊，我真感觉较好，
伊敢会倒转来？哦，你敢往浅显甲好选开玩笑讲，啊无你叫伊倒去，佫倒转来啊？敢有可能？我想讲，嘿，我哪有迄个，我有遐厉害哦？老母娘我的阿母安尼做，我嘛无特别厉害哦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？为什么再好的东西都会离开我们？更较深层的物件，有一天伊嘛会无人讲的看不起。过去啊，咱咧讲像即摆咧摄影机，迄阵拢拿迄个啥物叫做 V8，我也来 DVD， 即摆拢用这啊，即摆拢愈来愈先进啊，手机仔拿下就当啊，袂当录啊，毋免搁架一台迄。啊，愈来咧，搁愈厉害嘛，免看到这荧幕啊，听讲即摆哦有种虚拟的啊，迄种无形的，毋免即个物件虚拟空间，你伫壁只要你一个表仔甲倒去，你就当。滴，要啥拢会当找出来。啊，伊一支表啊，就当看电影，各位亲戚。即摆的科技就是人讲的日新月异，一支比一支更较厉害。啊，但是咱的心呢，一支一直追求这，哦，即摆有较好的，较好啥手机啊，我来换较好的手机啊。所以即摆人讲的流行资讯啊，看到拢是即摆有啥物车讯啊，车啊，啥物车较好有车讯啊，啊手机啊较好有啥物。啥物最新通讯啊，通讯系统啊，吼，啊电脑较好啥物3C 的啥物事件，咱拢流于比较追求。到尾仔咱的心啊呐，一直放。就咱像拄仔咧讲的，你离咱的老母离即间厝愈来愈远，你离咱的自性骨、咱的灵魂本体自性本体就是无烦无恼，本体就是无赶无碍，本体就是自然。互咱有通食有通用，啊，咱嘛着爱知用知食，咱嘛搁爱第三项叫做爱知做。啊，迄个知是做啥？本体就自然，伫厝就是自然的。人讲的自然的伦理道德本体，自然就爱惜的哦。结果这自然变成即摆拢爱用老师来教，你要孝顺爸爸妈妈哦，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哦。各位浅显，老师若无教教，咱家己敢会晓？咱家己嘛会晓咧，是安怎即摆变老师来教？因为时代改变，即摆的人，包括老师，包括就是学生啊，你看着无人咧教这，无人咧做这啦，变成是你对是谁好，是谁变成讲你对我好是应该，啊我不好你嘛是应该。现在的社会已经跑到这样，整个大环境是这样，那我们一味跟着追求，最后咱即个上危险的就开始来了。当咱即个上惊的物件，咱嘛对人咧惊的时阵啊，咱就甲想开始迄个咧惊，就咱像咱咧开喙，迄个头一出来，分两条路，念好的甲念歹的，有一个善恶，念善甲念恶，即个出来，一出来，共款拄则出来，叫两条路开始行，开始拍，开始行，开始拍哦，啊，行开始拍就咱像是非善恶，就开始一直走。啊，到尾啊，迄个执着的念头哦，人讲的一片像迄皇帝安尼，人讲拢生野草，啊，你的心你嘛毋知，即摆是要安怎？到底点样师慈悲领林慈悲讲啊，修行较好，但是我看伊修行，伊就徛乌多摆尔，也无较好咧。啊，我看人外口人讲，迄落去趁钱去拼事业无好，我看人拢出门拢开马就会使飞轮机，敢若较好咧。伊的心会安怎？一直牵一直去，啊，互你拢互你有飞轮机好啊，互你出门坐飞轮机啊，出门坐轿车啦。啊，有一日生命时间到啊，你的灵魂要坐啥转去天堂？敢会当转去天堂，佫是一个回事；敢会当转去，佫是一个回事。啊，所以咱即摆拢伫道中咧讲，咱爱信甲还，爱相修。啊，一般啊吼，咱会惊，就是因为咱的烦恼，咱的担忧的畏啊，畏怕嘛吼，畏怕其实是一种担心。啊，咱若照例，咱来甲想，人所惊，咱修行人嘛爱惊，但是咱来甲想，咱是不是一味咧惊讲无钱？各位浅显，当你有德，你有功啦，咱讲有功有果有道有德，你咧做的代志有道有德的是一个。即个轨迹上，你是照安尼天地的真理、人伦、道德安尼咧行，即个人才会善。即个人是袂善的哦，咱各位浅显嘛拢知哦，咱拢袂善哦。啊，若离开即个人伦道德即条线咧走，你一个人搁互伊趁钱，
即个人的心若向走偏去，甲害，即个人敢会偌好业，敢好业起来？是嘛？好业会起来呢？啊，咱嘛拢知呢。可惜咱安怎？咱的道心拢抛无出去，人讲话要抛远出去。道心放伫边啊，啊对一般人，伊才咧生，伊才咧转。所以正讲老师甲咱讲啊，众生有啥物会做众生？老师讲，因为有迷啊，因为有执啊，执着啦吼，因为有迷有执，啊你执是善恶，你就生善恶的心。啊，你执有情哦，你执于人我，你执着于一个你，一个我，一个别人，一个我，你就会生人我心，你就有生一个心讲，这我的，这我的哦嘛，这个我的，啊，迄你的哦，你的就一个你一个我，啊，你若执着伫这得失，你就有得失心；你执着伫生灭，你就生生灭心；你生何种的心，你就会执着伫何种的心。老师就甲咱讲哦，即使你生了善心啊，即句话爱听好。即使你生了善心啊，你嘛执着伫迄个善心。老师甲咱讲哦，我这咱拢爱细腻哦，执着于行善，就毋是真正的真善啊。你感觉讲我今仔出来是咧做好事，你有即个想法生出来，你就毋是咧做好事啊。因为啊那呢，啊毋是拢讲叫咱来做好，我拢爱想好诶，做好诶，吼。老师就甲咱讲，你必须爱甲即个善，为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着做自然去甲做出来，无执着，无去甲想讲哦，我就是要做一个善，遐叫做善。啊，我毋通去做一个歹，你家己心内莫去改迄条线，莫去甲想。伊讲，迄才是真正菩提心诶展现，迄才是真正真善。因为后壁即句做对。而咱人啊，人因为执着，所以咱生种种的心。啊，即个心叫做固执，固执。啊，所以哦，咱学较家己哦，亲像哦，咱来学着啲经验，学较嘛是真正，亲像家己拢，伊嘛受着咱王宪章讲师的影响哦，伊拢会请人讲，你还要检讨，还要改进。但以前后学在学经典，后学都没有这种想法。迄阵学较拢感觉学经典的学哦。会晓，听好各位浅显，会晓，给他想一个，想出来，我要学会它，或许是不是生了一个学会它的执着心？咱想要甲学哦，会晓，迄个就是执着遐。啊，敢真正你学起来，就真正拢会晓，真的都会嘛？或许自己慢慢哦，这样去检讨自己哦，那拢会常常落入一个所谓好跟不好。所以咱会看到一个人，比如讲啊，或许有比较不礼貌的话，咱会感觉一个人，咱看到这个人伊用做一个动作，可能不是介好的动作，咱会用咱的心去甲伊判断讲，哦，这个人做安尼唔好，就生着一个执着迄个唔好的心，啊，就会约束家己哦，我一定爱家己爱做了安那好，啊，这拢是执着。那以老子来讲啊，这拢是自然的物件。咱自然对人好是自然的，毋是为着讲我甲家己讲，我安尼做才是对的，我安那我就是要做善事，我一天日行一善，迄一定拢是后壁的法啊，已经是你咧勉强家己啊，你无自然啊，所以你会变成安那，我今仔明明了，安尼讲啦吼，比如我今仔明明吼，就迄个足气啊，我看着人，我就心生一个心，我就讲袂使诶，讲袂使受气呢，我就龇牙咧嘴有无？嘴然后皮笑，啊结果咧，肉都不笑，呵呵呵呵呵。安尼何故，人会感觉讲，迄个人咧笑哪拢安尼，袂自然呐。各位浅显，咱拢会晓讲自然两字吼，自然两字就是毋免学，毋免想，毋免教，足自然诶。你来到遮做啥物代志，拢足自然诶。有人有比甲咱讲。陈美香，你做安尼袂使哦，你唔对哦，你安尼无好哦，你爱改进哦。你嘛是心内安怎？啊，咱就是尽我们所能，咱嘛是讲出谢谢，感谢慈悲。但是你的心内开始也想，你讲袂知影，我昨昏变到11点半，透早落去啦。我这几工拢无困呢，人家搁互你安尼甲我讲，我心内有够艰苦的呢，我心内有够气的呢。但是佮讲袂使受气呢，我心内搁爱笑呢，我搁来讲谢谢，感谢慈悲。要
咬牙切齿，感谢慈悲。然后呢，铁心肝内，做伫手内，倒去厝是嘛会想啊？真正吼，但拢无人甲我体谅，无人甲我学乐，安怎安怎？即种想法一旦啊定记，一旦啊固执，你今仔来分段修行，10天、20天、30天、40天，你对你家己的生命，就是变成有一种好歹，迄个执着，迄个固执心，你就生出来。你迄个固执心一生出来，你就发现，你来分段修行是快乐还是无快乐？你是自在也无自在？哈？顶礼拜毋是打什么班呀？这礼拜又搁什么班？哈，后礼拜又搁什么班？阮若定定拢咧入班啊！你敢有感觉阮定定咧入班？啊，你若自然咧，哦，有班啊吼，好有班啊吼，咱就入班吼，啊，定时载人自然，咱就入班。当你有生着迄个卡拄啊，着较形容的啦吼，着较多形容拢是着较家己，毋是咧讲咱哦，着咱形容着较家己啊吼，着咱家己生出迄个。人讲诶，迄个执着，迄个有诶无诶，人讲诶摸摸杂杂，嘛毋知是啥物话心，开始就有遮诶，安尼，一直去诶咯。哇，这个执着心啊，足危险。这执着心就足危险，这执着心就变我也迄句甲咱讲，众情熙熙，如享泰乐，如丁存台，吼。各位先生，这一般顶咧解说是讲，一般顶诶人啊，世俗人啊，那伊咧讲这泰乐，就是讲啊，人讲咱咧讲三星啦，伊就讲猪仔啦、牛仔啦、羊仔啦，刣这咧祭天嘛，祭天。啊，伫过去时，刣猪仔、刣牛仔、刣羊仔祭天，这毋是一般人食会着诶嘛吼。那这叫做足好诶啦吼，满汉全席足好诶即种饮食啊。啊，如丁存台的，咱像讲过去诶迄种大，即种人拢爱。高台啊，吼，迄山顶诶高台，去观赏着即个美景啊，即山顶讲哦，安尼足舒爽诶，安尼讲爬去山顶啊，风安尼吹，安尼看这景色景致，感觉人精神真好。所以有诶人就爱去海边，有诶人就爱去爬山，伊就心情真好。啊，若倒来去看着厝，去看着遮，看着心情真饱，就心内就会安尼哦，会比较，会去倒外口食好诶好，啊去爬去看诶拢好。所以哦，咱就咱甲想。即摆人食鱼、食肉、食羊仔、食牛仔、食猪仔，够种遗憾。一般世俗人啊，够种遗憾。无啦，凊彩大卖场拢有咧卖嘛吼。凊彩大卖场，伊只要伊行入去大卖场，伊就当买啊。一般人啊，啊，凊彩人，逐个就拢要去啥？要去看迄景色啊。啊，叶仔有两条道，叶仔即摆无甲即个泰勒吼，即羊肉、猪肉、牛肉，叶仔吼，甲伊改做讲这四字叫做山边海边。即摆食甲含淡薄都咧食吼，即摆人真足恐怖。山珍海味，大家若听着都有山珍海味美食啦，咱讲美食啦，抢哦叫，咱就来抢哦了，大家就较客哦，人挤人，人踩人。啊，若要去咧看景比，即摆嘛无算啥。你知影即摆甲人吼钓伫咧悬崖哦，困伫咧悬崖宾馆哦，啊用咧捕螃啊，啊你若是咧捕螃啊，长去吼，就摔落去，人就摔死啊！啊你看。一当偌济意外爬山摔死有偌济人呢，但是嘛是有偌济人爱爬山呢，各位先生，为虾米啊？因为伊就是爱迄个风景，迄个人讲诶，徛关山啊，看迄个风景景致，就感觉讲，哦，即个我，即个平常时啊种渺小的我，唯我独尊，我徛伫咧山顶头，我真上悬，我看落去遐景色哦，拢我看会到诶，一览无遗。我的心哦，感觉喏，哇！你会感觉看山的山景精神真好。为虾米？因为你规个人，你就感觉讲，我拢无共款啊。啊，这要讲吼，过去啊，咱的老子会讲即句，一般人有时也解讲，因为伊是当时伫咱即个战国时期嘛，震惊啊，咱的迄个百家齐名，大家拢伫遐咧争夺啊，争夺因的土地，遐夺来夺去。啊，伊咧讲的就是讲，其实过去大家拢过了无好，百姓因为战争也无通食，无通用，啊，拢流离失散。过去遐个百姓足可怜哦，但是遮个人讲诶，遮个迄个王公将相哦，遮个迄个宰相啊，在遮做官呀，伊竟然阁有法度，迄个人讲酒池肉林啊，
佫会当伫遐食嘛，佫会当伫遐咧跳舞啊，啊，佫伫遐酒哦，乌一个像迄游泳池安尼，全部囥酒伫咧食。百姓伫遐枵死无通食，啊，伊竟然伫内面就是伫遐呢，载歌载舞佫有通食。要讲也是讲讽刺啦吼，讽刺讲大部分的人拢咧追求啥？追求这享受，啊，这苦难啊，咱百姓的苦难拢无咧甲看，这是换伫咱过去这个医院，到现在我们来这边哦，咱甲想，咱是不是大多数的人拢会贪图世间的美味？爱畅游于咱世间的快乐。那今仔吼，咱今仔招要佚佗吼，那普通时啊第二班招要去班吼，拢无几个。啊，若招要佚佗吼，迄游览车出去就边啊。所以有一阵仔吼，即摆是较无迄个，有一阵仔我请游览车就歹请，各位小姐敢知？迄阵为着讲咱来学这要参访，讲请游览车吼，甲咱讲出话。我讲，你若要请游览车吼，你今年爱请明年的，就今年爱请明年的。靠要抢手吗？今年爱请明年的。我讲啊，你遐久呢？拢我都拢边啊。啊，即摆讲啊哪呢？即摆无遐济时阵啊吼，无遐济时阵就啥？就来政府就来补助你啊吼，补助你去做啥？即摆补助你佚佗，春季旅游补助你佚佗，安尼才会咱经济复苏。所以各位浅浅安尼想哦，佚佗甲经济拢有关系。你去遐佚佗是咧互趁钱。你去个所在佚佗是咧促进经济复苏，啊你今仔去咧互趁钱，啊你家己是荷包失血，你因果关系吼，咱甲对正一下。咱拢请鼓励，咱来看细小人，咱若大部分的人，咱若讲到今仔来活动有好食、好耍的、好佚佗的，咱会感觉讲哦，我今仔我想要来，大家嘛想要来。咱即一寡新热亲的班，咱就用安尼嘛，用世间法来引嘛。先用一些世间法来引进来嘛，啊，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在用真理引进去嘛。但是你若一般外口的团体咧引，就是引你佚佗，引你食物件，拢安尼哦，拢安尼呢。即若大海咧外口咧招新咧，啥物社团拢是安尼。啊，那么咱甲想，咱即个文明是一只船啊，船啊嘛无咧开。水面嘛无坡，拢无坡路，拢平。咱若看人咧耍，看人咧食，你有想要去耍，想要去食无？敢会起心动念？敢会想要对人去？无。咱的心是伫倒一个？是伫即个众人喜喜。老主咧讲众人喜啊，是咧讲咱即个欢心嘛，我们这个人的烦心啊。咱世俗我们是伫道中，咱拢感觉咱在成；啊，若伫厝，咱就感觉咱拢在还。其实不管咱是在成啊在还，咱中拢有一个胜烦，拢有一个成甲还，拢是伫中吼如如不动的迄个情吼伫内面。咱有拢常常爱交人去斗闹咧去佚佗，啊是咱拢会感觉讲，其实我定定伫遮静静的，有时候我买当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那片刻宁静是啥？伊就是讲。我独朴的鸡皮条，如婴儿之名下。啊，你讲安尼看无人吼，简单讲，我独朴的鸡皮条。而即个你所有的你的念头拢还袂起起来，无一个好，无一个歹的念头还袂起起来。迄个就是真正啊，迄个其他上海教咱的求道人吼，其他若咧学习三宝，求道了，其他拢会问咱的求道人讲，你拄拄啊求道的当下。你的想法是啥？啊，其实到目前为止啊，10个有10个拢甲其他讲无感，拢无感，就是头脑一片空白。或许拢甲伊讲无感，头壳一片空白。迄个就是叫做婴儿的赤子之心。咱讲的六祖咧讲，咱六祖咧讲的正言模式，啊，就是咱老祖咧讲的我独撇的鸡皮条。而即个你的念头拢还袂起起来，迄个。不殊生，不殊恶，伊就是伫遐，伊就是存在。伊袂去想讲，我即摆存在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是修行人；我即摆存在，我是一个歹人，我是一个啥物人，拢无这个想法。我就是安尼伫遮，我就是伫遮，我真看到，我真当到，我真触到，我真感受到，就是安尼，啊，就是自然来，自然去。人讲的随顺因缘，就这么自然。啊，这个像啥伊个讲？
如婴儿之厉害。像囡仔还袂变较大汉，还袂变儿童的时阵，你看囡仔还袂变儿童的时阵，伊是毋是安尼？看安尼困有做好无？囡仔安尼困有做好咯。囡仔咧困有做好，就像咱咧念头袂起来，像婴儿即个时阵就像老师咧甲咱讲，老师甲咱讲道啊，你想要有道啊，是五食得，修食有。你若相保清净，必能领悟其中的真理。好简单哦！你只要是悟食得，你去甲悟，你就得着啊；你去甲修，你就有啊。哦，听下足简单哦。啊，即句咧，就是安怎甲引入来食咧？就是安怎引入伫讲，咱别人惊，咱是毋是修行人？咱嘛爱惊。啊，别人咧斗闹热啊，来来去去啊，咱是嘛爱对人安尼啊？安尼就是安尼来来去去斗闹热啊，还是讲咱的心，咱今仔若是度人对人出去，对人出去佚佗，伫这佚佗的当中，咱是咧度人，咱就是自然自在。咱嘛去分辨讲，啊，拢咧食食的，啊，佚佗佗的，拢无道。咱不要任意的去批评，咱的批评就是迄个念头一直生起来。咱不要任意的去有太多自己我想的想法，咱会定定吼。落入迄个痛苦就是迄个执着，我看到，我想到，所以我就要讲，我就要做。迄个我想，咱想要卖吼，想袂了。啊，你想的吼，若如果拢是咧想迄个负面的吼，你甲看哦，负面的负要安怎写？顶悬一个啥物字？刀。负面的负顶悬一个刀，啊下底一个啥？八。啊八代表钱哦。你逐工吼，拢甲你的钱安怎？你逐工拢甲你的钱刮钱呐，你就是甲你的负面的负，你就是你拢甲你的钱甲伊斩掉，你拢甲你的钱甲人讲的挥霍掉，你拢甲你的钱摕到边仔去。你若拢常常想迄个歹的啦，常常看到人负面的，不管是厝的还是工课上还是倒，你只要定定你的念头生起来负面的，你迄个负面的爱做细去的，不管是你的功德财也好，不管是你的人世间的财也好，你就是老。啊，敢袂好业？你若定定一直都不断的拢是安尼生迄个心，生迄个无好的，迄就是老财。啊，你甲想，你若是甲定定甲家己束缚伫即个负面的内面吼，束缚的束写在右边，再加上负面的负，你叫做啥？赖，你就会安怎？你会线赖哦，你就我就乱遮就好，啊无你要甲我安怎？无人会当甲你安怎？啊，你迄个心嘛，去甲生出来，去甲即个心写伫你的来心，去甲写烂等的头前，去甲写在左边，去甲写一个心，你的生心甲生出来，啊，甲家己束缚掉的死，去甲家己束缚掉伫即个负面，你即个人的人生就是一字叫做难。所以你生出来的动作，你看即项动作就是安那，难是无难。做啥拢凊彩，无意见。你呈现出来时常的感觉就是难，你的生命嘛是难。啊，安尼过吼，咱安尼甲想，咱的心嘛，为惊开始，惊东惊西开始惊，啊，迄个惊啊，我就是惊啦，啊，我迄个惊，迄个负面的惊哦，就互咱生出足侪贪念执着的心。你若是搁去甲学这执着的心哦，你搁甲学起来哦，下人迄个人拢骂啥？伊甲骂嘛，无讲安那，我甲骂是安那伊就生气。你去学啥物人做啥物代志，你一直甲学起来，你的修行若像咱讲的，咱咧耕田啊，咱咧做事啊吼，你的事啊，你咧做事内面，你毋是甲伊种一寡有路用的，会当互你春种啊。迄落伫即个冬天咧，咱甲收来食，是秋天咧甲收来食。你种诶，毋是会当甲收起来收成，会当用，会当食，会当唱诶。你拢甲种迄个杂草，你若种迄个杂草，时间到伊嘛是生杂草。啊，杂草会当创啥？各位浅浅，杂草会互咱即块园无价值，敢是？啊，一旦无价值，咱诶心嘛，就会生足侪只杂草哦。咱的即个自性不啦，咱讲的，咱即个根源，咱的离老母娘，愈来愈远，愈来愈远，唔到尾仔咧，
啊，要安怎转去都毋知要安怎转去。所以伫上生活当中，咱哪会定定呐，互老母娘让一个，各位浅显啊，咱真互老母娘让一个，咱真互老母娘让一个，免哪老母娘让一个，咱真若家己让一个，甲家己让一个，啊，含家己都袂晓让哦，你看安尼要安怎？甲家己让一个，你敢知你真家己让一个，老母娘就咧甲你让哦，这就是啥呢？好想要讲的是要我愿意啦。其实顶悬咧讲的拢顶悬的啦，下底咧听拢啥个？下底。啊，或许今天站在上面不是他厉害，是因为比各位他幸运，他幸运，愿意起来学习。今仔若咱各位浅显愿意起来，咱大家拢比迄个较厉害，你较有讲。真正事实讲，你若拢起来，就袂讲幸福啦，幸福就爱去排队啊。啊，咱各位浅显，咱爱常常有这心念。咱就袂去迷失伫咱即个苦海的深渊内面，咱的心嘛，咱就袂安尼车呐袂清净。如果修行修到尾啊，你真的心，你阁会感觉讲，哦，我够烦的，我安尼囝落到去死，哦，我够压杂的，我安尼公司气到去死，哦，我啥我打每一句话不是烦，就是麻烦，就是讨厌，就是征战。你若大家两讨论起底下很繁琐、很烦躁，你不得清净。各位浅显。或许要在这边讲句不客气也不礼貌的话，那你这么多年来真的可惜了，各位浅显，可惜啊！咱坐遮听这一年，然后你愈听你愈袂心袂静，愈听是伫遮愈看时间还是要落来的啦，愈听是伫遐等下几点要坐车啊？两点钟做好未啊？如果你的心不断的还是在外面跑来跑去，你无法度甲咱圣灵真理的道理，真正甲伊内化伫咱的心内。道理毋是听入去就好呢，听入去爱搁咱较多有讲啊，咱爱去甲伊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尾仔去用佫是啥？笃行，你甲做出来。如果你若是靠着你甲听入去的物件甲做出来。安尼你坐伫遮，事实讲，对哈，感觉讲遗憾啊，可惜啊。安尼讲是足无礼貌，但是事实，这人讲的吼，人讲啥物话拢无好听，迄个讲真话拢无好听，啊，所以咱拢会变成讲做话讲白菜话无？各位先生，那么是咱透过咱每一次的学习，我们要去思考。所以后一句伊搁甲咱讲，是安那咱呢？老子佮咱讲，累累的若有所归，众人皆有矣。而我独若为，我无人之心也在，顿顿下，就较介绍到这段。咱这段吼，后学到这边吼，啊，为什么后学接到这边吼？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咱若是有看到这个囡仔咧神神无啊？哈，看无神神吼，来看一下神神的，看大家真有神神无？咱来看一下，这小朋友神神无？哎，为什么没有？不好意思哦。变脸了。麻烦一下，让我来看。变脸了。不是看，有吗？等一下。照片软体变脸。等一下。我这边先没有办法出来，是不是？歹势啦，有遐搬啥救兵诶。有。好。哦。拉过去就好了。哈哈。你把它放在。哎呀。没有，等一下。目睭稍微。等一下 ，OK。安尼敢看有？有哦。先免讲啊吼，只能这样啊。只能这样啊吼，或许尽量。先安尼，安尼看有啦吼。好好。换一个哦，你看目睭，我搁起啦，稍微再。我搁起啦，搁困去。好，咱搁看一件咯啦。安尼，累累的，就像安尼。累累的，就像安尼哦，来看卖啊。你若厝的小 baby 就像安尼哦。
稍微安尼你看目睭安尼，对，啥事伊就都需要空气，都需要氧气啊。西接天根，西接地根。敢若像精神啊有无？我要搁困去安尼。我敢若精神，搁敢若要困尔，搁嗨伊啊！只看前车拄啊，这无甲1分钟的影片，你看下几个我就要嗨伊几个，我那个细搁要困尔，哦困尔，好睡着了吼，好 OK， 好，咱再来讲，安尼又搁困去啊？搁先，咱个想看卖啊？咱有请安尼先无啊？啊，咱无安尼先。咱老师咧甲咱讲，迄个蕊的，迄个像安尼先啦，伊个讲，像囡仔个型吼，像迄婴儿班的囡仔型，足单纯诶。你若看伊较多先喙开个创啊，安尼摇来摇去安尼，想要困啊。但是嘛有可能伊应该是想要困啊，伊若巴肚枵这个时阵就啥，好就要食嘛吼。所以啊，囡仔就是足单纯哦，伊巴肚枵，伊就要食，伊若先伊就要困。但是伊敢有想过讲，我真正目睭摕几个，等下敢会有介意人甲我食，伊敢会安尼想？伊敢会了想讲我真安尼目睭几个面，等下迄个妈妈会无爱我，敢会安尼想？伊拢无这样想，伊足自然诶，就是像他妈你看伊安尼，出生啊个哪，无也袂停起来，就伊想着要安怎就要安怎，足自然诶，就很自然的样态安尼。伊在甲咱讲诶即句话是讲。世间人吼，咱拢定安怎？怀着不足的心咧追求啊，追求真济，我想要买物件。啊，只有是我呢，伊讲呢，只而我啦吼，只我独着，就单有只有是我。我想安那，我甲伊写去了，